陆委会进前宣布，咱去中港澳地区旅游的警示提升到柑仔色灯号，若无必要是唔通去。也指出有真侪人去中国防扣押、搬查等等的状况。即阵就民众讲，伊5月去香港佚佗，港签办袂过，该用台胞证入境，结果过海关的时阵，搁互带去小房间。有可能就是因为伊的名姓、拼音甲前立委单撇为共款。中共进前发布订立大道22条意见，讲相当判死刑。陆委会调整去中港澳旅游警示是柑仔色灯号，建议国人避免非必要的旅行。佮讲中国陆续征收国安法令，已经有真侪民众去中国互人扣押留来检查情形。有网友伫社群表示，顶个月带规家伙去香港迪士尼佚佗，港签办袂过，只好办台胞证。过海关的时阵，台胞证互人抽验扣留至少半点钟，佮互人带入去房间，因为家己的英文名拼音甲前立委单撇位共款，佮拄好同年出世，是超级的黑名单。打问一个出来，引起单撇位本人老话，一直讲真歹势。捌互中国骗罪名关押1年10个月的大商李明基，伊嘛提醒，最近去中港澳一定要特别细致。中共常常在还没有立法之前，就可以先执行一些事情。比如说，我被中共国安带去问话的时候，他就是问我，你有没有看过《苹果日报》啊？今年初的时候，香港通过23条，我才恍然大悟，进去也要注意，要把手机清空，不要带出版品。中国阵容持续打台湾，自法国大使罗沙亚伫巴黎演讲时阵，讲某种意义中国的内战也未结束，中国随时有权赶走台湾叛乱政党，收回治理权。若做袂当用和平的方式，安尼就以非和平的方式，无接受一国两制，那安尼就使用一国一制。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统治过台湾，台湾更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，这是国际社会长期公认的客观事实。各种扭曲或忽视台湾主权地位的说法，都不会改变双方互不隶属的现状。咱外交部正式回应，讲维持民主甲自由的生活方式是全台湾人民的共识，呼吁中国政府应该重视现实，创造有助两岸互信甲平等对话环境，才当增加双方人民的福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